頻道僅做港澳近代商議豪門權謀歷史科普，絕不鼓吹任何博彩行為咧。博彩會引發巨額財務篩選、家庭破碎、財無連身等嚴重危害。各位觀眾理性觀看，主動遠離一切賭博活動。歡迎返嚟道哥全之解 DB 二勝前面19集。我由家族內部制衡、賽道拆分、信託所產，一路講到頂層人脈無法繼承的殘酷真相，整套千億傳承體系，所有規則架構、法律安排個建立制同一個根基之上。當年我成功奪下澳門博彩經營牌照，好多觀眾一直以為當年呢場決定命運嘅牌局我能做勝出，因為膽識夠大，資金充足，運氣站在我呢一邊。今日我就揭開塵封多年嘅細節，呢一場驚動整個濠江的牌照爭奪戰，唔係單純比拼財富同勇氣，真正致勝關鍵係看透所有競爭者同各方勢力的底線，懂得在博弈之中拿捏分寸，一切頂層博弈便不離其中。永遠唔係追求一招擊潰對手，而係令所有關鍵力量都願意接受，由你坐莊。時光翻轉翻幾十年前，時澳門博彩行業長期由單一勢力把持，行業運作封閉，弊端越積越多。當局打算重新公開競投博彩專營權，消息一出，港澳商界瞬間沸騰，所有人都清楚，只要攞到呢張牌照，就等於掌握濠江最穩定嘅現金流源頭。族地產、旅遊酒店各行業資源都會跟住湧入，等同手握一張通往頂層圈子嘅入場券。一時間，有實力雄厚嘅競爭者陸續組建財團，人人摩拳擦掌，都想搶低呢塊肥肉。當時同我同台競爭嘅對手，每一位都並非泛泛之輩，人扎根澳門多年，在地人脈盤根錯節，有人手握雄厚海外資金，隨時可以投入巨額資本擴張場館，亦有人同各方商界元老交情深厚，理論層面佔盡先機。單純論手上可用現今本地舊有人脈，我並唔具備絕對優勢。如果只憑硬碰硬高價競價，係會陷入惡性競爭咧。就算博發奪得牌照之後，需要承擔極其沉重嘅營運成本，一開始就陷入被動局面。普通人理解嘅競爭，永遠係你爭我跌，寸土不讓，務求將對手鐵底擊垮。但頂層博弈最大嘅分別就在於，可以只睇競爭雙方，仲要睇幕後所有持份者嘅利益訴求。當局重新開放競投，目的唔係揾出最有錢嘅商人啊，而係希望藉住新嘅經營者改革舊有博彩行業亂象，推動澳門旅遊基建同步發展，帶動整座城市嘅經濟轉型。呢一點，競爭者從一開始就忽視咗，大部分參與競投的財團遞交方案的重心全部擺在博彩項目本身，斷承諾擴大賭場規模，提升博彩收益，只睇住盤中短期嘅利潤。以我起草競投方案嘅時候，挑醒咗整個核心思路，將博彩當成單獨生意看待，而係將佢作為帶動澳門城市嘅發展嘅樞紐。方案入面用大量篇幅提出，利用博彩產業帶動酒店建設、旅遊開發、港口基建、民生配套升級，承諾將部分收益投入城市基礎建設，推動澳門由單一博彩小城形成多元旅遊城市。呢份方案傳出去之後，好多身邊合作夥伴唔理解，覺得我走錯方向，大家都覺得咁最關心每年可以上繳多少稅收，講咁多基建同旅遊規劃，
屬於多餘舉動，但我心裏清楚，手握決定權嘅一方都考量，永遠係長遠城市利益，唔止係短期稅金高低。到位能夠契合大方向解決長遠發展難題，到尾就會獲得更多空間。生意贏嘅是利潤，但爭奪頂級特許權，贏嘅是契合大局。除咗拿捏上位者嘅核心訴求，仲要妥善處理同競爭對手之間嘅分寸。場博弈唔一定要趕盡殺絕，事事逼到絕處，只會令所有競爭者暫時聯合起來，共同阻慢。你當時我並冇公開發言，命低任何競爭財團，散播對手負面消息，始終維持理性競爭嘅姿態。與此同時，我主動釋放訊息，未來如果成功奪牌，請各行業商人參與澳門配套產業合作博彩鑄型轎目，雖然獨家，但周邊酒店、餐飲、商鋪存在大量合作空間。呢個舉動起到關鍵作用。好多競爭者背後的資本並非一定要親自營運賭場，只係希望分享澳門發展紅利。當大家睇到，算攞唔到博彩專營權，未來依然有大量配套商機，對競投結果的執念就會降低，唔會不惜一切代價阻礙我。高手從唔會令所有人成為敵人，學會給旁人留一條出路，自己先至有機會行到終點。好多人後來傳言，當時依靠大量宴會應酬打通各種關係，先至贏出競投啊！呢個講法過度簡化咗整件事。飯局同見面只係溝通渠道啊，如果背後冇可行契合各方利益嘅方案，再多應酬都只係空談。人脈只能提供見面機會，真正能夠說服他人嘅，原係利益平衡嘅規劃。每一位決策者都唔會因為單純情面，無風險選擇一個無法兌現承諾的經營者。競投過程之中，出現過不少突發流言，有各式各樣針對我的質疑，企圖動搖外界對我嘅信心。身邊好多人勸我即刻公開反擊，逐條澄清所有傳言。舉個權衡之後，選擇暫時冷處理，只透過正規渠道補充方案資料，唔參與口水戰嘅。因為我明白，越臨近公佈結果，銳化爭執只會引人質疑心性是否穩重，負面流言會隨住方案實力被人淡忘，過度爭議反而又放大負面影響，於是沉得住氣，被外界節奏牽着走，係頂層博弈必修嘅基本功。等到最終結果公佈，我順利拿下澳門博彩專營權，好多競爭者失落不已，輸得不明不白。其實由競投文件思路公開，談判姿態，釋放合作訊息，每一環都已經埋下勝負伏筆。表面睇係一紙牌照的歸屬，係一場牽涉多方勢力的大型利益平衡遊戲。奪牌只係起點。之後幾十年營運，我依然沿用同一套博弈心法，手握專營權之後，有人建議我封閉所有競爭，可能獨攬所有相關產業利潤啊，但我並冇咁做，反而逐步開放周邊配套產業，跟各地投資者入澳門發展。道理好簡單。一門生意如果只有獨家得益，周圍所有人都無法分享紅利，慢慢就會積累大量矛盾。有更多群體能夠從產業發展之中獲益，呢盤大局先可以長久穩定。今日回頭睇當年呢場牌局，都可以解釋我後來整套家族傳承佈局嘅底層思維。正因為親身經歷過多方博弈，見過利益失衡帶來嘅衝突，只會堅持設立四防制衡，拆分資產，搭建信託。無論係商場爭奪特許權，亦或是家族內部分配財富，核心邏輯相通。
何格局想要長期穩定，都需要平衡各方訴求啊！唔好讓單一方勢力過度膨榮，亦唔好令任何一方覺得完全冇出路。多年輕觀眾會誤解，頂層博弈依靠心狠手辣、不割手段，幾十年商海沉浮。我想講一句真心說話，能夠維持一時勝利，佢可以依靠手段，但係能夠守住勝果幾十年，依靠的永遠係分寸同底線啊！懂得看清每一個參與者想要咩，經對方可以退讓到空間，絕不會妥協的底線，唔隨意觸碰別人核心利益，亦唔輕易放棄自身核心目標，先係長遠之道。如果當年我只一心爭奪短期博彩收益，忽略城市發展需求，或者為咗贏競投盲目承諾無法兌現的條件，或者將所有競爭者逼至絕境，最後就算拿到牌照，後續營運亦會障礙重重。一時的勝利只係短暫光環，鋪好長遠生存嘅環境係智慧。再延伸落去，普通人日常處事一樣即用呢套邏輯。冇係職場競爭、生意合作，唔好一上場就追求全面取勝，完全忽視合作方或者競爭者的合理訴求。凡事留餘地看懂各方底線，平衡好利益，先可以減少不必要嘅阻力。好多人做事處處碰壁，非能力不足，而係只睇自己想要嘅成果，完全忽略身邊所有人嘅立場。前面 EP19 我講過，頂層人脈無法直接繼承，點解呢？因為人脈建立嘅根基就是一次又一次博弈之中，你拿捏分寸、信守承諾、懂得平衡利益，累積出嚟嘅信任，呢種親身歷練出嚟的判斷力，唔可以寫落信託文件，唔可以靠口頭傳授，一定要親身經歷風浪先能體悟。願我將當年競投牌照所有細節完整講出，後代冇自身當時複雜的局勢，依然難以準確拿捏瞬息萬變的博弈節奏，由奪得博彩牌照奠定基業，到後續搭建幾十再傳承體系，所有佈局從來都不是獨立存在。搶下發展窗口係第一步，行內外各方勢力係第二步，設計制度防範人性風險係第三步，一步接一步，環環相扣。世界大多只留意千億資產、豪門精產的熱鬧故事，極少有人深入發掘一切起點背後的博弈智慧。亦都有觀眾會問，時代環境已經變化，當年競投牌照的經歷放到今日仲有參考價值嗎？環境、規則、行業不停轉變，人性同利益博弈的底層邏輯永遠唔會變。任何時代，但凡牽涉多方資源、多方勢力角逐的機會能夠笑到最後嘅人，永遠唔係最敢衝、最願意下重注嘅人，而係最能夠看清局勢、守住底線、掌握分寸、平衡各方利益嘅人。下一集 EP21 將拆解豪門教育最容易犯下的致命錯誤。太多有錢人以為給予子女最好物質，聘請頂尖導師，安排海外名校，去培養出合格接班人。實際上，過度安逸的成長環境會慢慢剝奪後代承受風險、獨立決斷嘅能力。一室之中，永遠培育不出能夠守護千億基業的掌權人啊！中意呢種第一人稱、頂層商業思維、豪光權謀歷史深度拆解，點讚轉發影片，訂閱頻道，打開推送小鈴鐺，唔好錯過後續重磅內容。評論區留言分享你的睇法。一場大型博弈，重要係實力雄厚，還是懂得拿捏各方勢力嘅分寸。本內容僅作港澳近代商業歷史科普，不認可任何博彩行為，卻伴隨嚴重財務風險與家庭危害。
請所有觀眾遠離一切形式賭博。